新竹科学园区去年的营收是超过1.5万，是全世界高科技产业的重镇。为着方便伫咧园区内底上班的家长会当放心做工课，阁会当接送囡仔。竹科的管理局就成立园区内底头一座非盈利的幼稚园，按算8月就会开始招生，要收300可能的幼囡仔。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表示，去年园区整体营收参出口拢创下上悬纪录。为了要互伫园区上班的家长安心，园区内第一间非盈利幼稚园，按算今年8月开始招生，真侪家长真期待。平常我们早上上班的时候，还要把小孩子送到另外一个幼儿园去，可是现在这样子的话，我可以上班把他带来，然后下班可以把他带回去。其实对员工从业人员来说，我们家长是认为对我们是非常方便。新竹县市的生育率好像是全国排名前几名啊，所以这个非营利幼儿园呢，对于这些园区就业的一些家长的需求应该是很高的。幼稚园第一年要收302个2岁至下年前的幼囡仔，受到疫情影响，说明会改用线顶的方式，让家长了解相关的内容。那我们在明年的8月份有第2座的非营利幼儿园会启动，我们希望能够满足部分园区从业人员的需求。幼稚园未来学费每个月平均收费2000块，唯一条件就是必须爱在园区上班的家长才使申请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